今集預告，千呼萬喚都出唔到嚟啊！籃球博彩急煞停，究竟所為何事呢？同大家探討一下。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。咁呢集節目呢，就係 NetChan 馬膽嘅，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兩場賽事，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一下嘅。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嘅頻道啦。每個賽馬日回顧馬膽之前呢，都會回顧翻上次賽馬日提供嘅心水。上次賽馬日 NetChan 馬膽第一隻第三場嘅滿樂城啊，臨尾回飛回到10倍，標題我寫住支持女將，結果支持錯咗女將。嗰日就袁幸堯贏兩場，黃寶嚟嘅表現就乏善足陳啦。即係滿樂城真係又留得後，直路又不斷內閃騎唔到，咁啊，我諗隻馬5班一定係超噶啦。我斷估下次都唔係配黃寶嚟嘅，斷估啊嚇，咁睇下點啦。5班一定超嘅，咁繼續跟進啦。唔係黃寶嚟嘅話，咁啊第二隻馬膽退出咗醒目高球，咁啊康樂唔係，跟住呢隻精英高球贏咗，醒目高球退出。上天兩隻冷腳，第一隻同有運都係黃寶嚟嘅，所以我話我支持女將，但係又係冇乜爆發之下就跑唔到出嚟咯，就係咁出閘幾快嘅，跟住又越蹬越透，入到直路拱下拱唔到上嚟，咁啊輸咗。少必勝就落底，但係上次高出賽玉馬係只有晒頭，全部入前4。一冠一亞兩季一電，仲要係有冷門㗎，20倍威威父子跑第二啊，7倍馬開心老闆 win 啊，咁係上次成績幾好喎啲高出賽玉馬，近幾次都 OK 嘅，但係今次如何啊？高出賽玉馬第4場安可啊，第6場嘅龍威心得，同埋第9場嘅福星小智，咁俾大家參考下。事不宜遲，講講今日嘅話題先。首先第一個話題就係籃球博彩啊，急煞停啊！咁都幾突然喎，其實呢個條例都通過咗好耐啦。咁有一次我直播節目問咗觀眾，喂，大家知唔知喂，明明講咗好耐嘅籃球博彩點解都未出嚟？有啲觀眾話：哦，原來今年嚟緊唔知10月11月先推出。咁啊，哦，原來咁啊，要籌備咁耐嘅咩？咁突然間政府又急煞停喎。咁政府一個原因咧就咪呢件事情可以分幾個方面睇。咁首先睇下政府原因先咯。佢話政府咧就係預測市場啊 ，prediction market 而家係美國非常盛行啊，所以咧就唔想咧開咗籃球博彩咧，咁香港啲人咧又會從呢個馬會嘅籃球博彩認識到 prediction market 預測市場，繼而去參與預測市場喎。我覺得就好奇怪咯。你未講呢樣嘢之前啊，大家留言啦。留言啦，大家有冇聽過預測市場啊？大家有冇聽過預測市場？冇啊嘛，應該。我諗大部分人都冇啊。如果大家留言喺馬會喺呢個政府未公開呢個講呢個 prediction market 之前，你知唔知咩叫預測市場？第一件事，我諗大部分人都唔知。不過你可以話我知道預測市場，我不知道預測市場。咁如果你就推出籃球博彩稅出嚟，籃球博彩出嚟，跟住唔講話有咩 poly market 嗰啲冇唔講話咩 prediction market，冇人會理根本上。咁啊，第二樣嘢更加不合理嘅就係你而家講咗有 prediction market 㗎，哇！咁我足球都睇下啲 prediction market 咯，咁啲人咪走咗去研究 prediction market of 呢個足球咯，足智彩咯。所以整件事係好混亂嘅嗰啲思考方式嚇，呢樣第一件事情。嗱，呢個第一個方向去諗，第二個方向諗係咪政府求其揾啲理由去殺停呢個籃球博彩呢？係咪咁嘅原因呢？求其揾啲理由去殺停呢個籃球博彩，因為個原因真係好牽強。即係你如果話政府去講呢個原因出嚟去殺停，我諗即係唔係咁有邏輯喎。咁當然係有咁嘅機會啦，但係如果假設政府係特登揾一個唔係原因嘅原因出嚟殺停籃球博彩，咁係咩原因呢？咁啊有兩個分支嘅，第一個分支就係馬會政府同馬會有啲
嘢馬會唔係咁滿意馬會嘅做法，咁所以當小情大戒，殺停咗籃球博彩稅，係呢個第一個方向。第二個方向就係政府想開放籃球博彩，唔俾馬會獨家，咁呢個係比較細嘅機會，咁咧就係呢個分兩個分支咯。所以整件事嚟講，可以分咗兩個層面。第一個層面，政府真心話俾大家聽，我擔心預測市場，但係呢個會帶嚟一個反後果。第二個分支就係政府其實求其揾個原因殺停籃球博彩，原因可能係一個係馬會近來有啲嘢政府唔係滿意，所以佢就小情大戒。第二就係政府想開放籃球博彩俾多啲人參與，都未定，純粹吹水嚇。咁三個可能性都有嘅，咁啊大家認為點睇咧？都可以分享下。好，講完，咁啊講第一個場次，聽日第一個場次馬膽5號銀量好合。咁呢隻馬其實上次泥地千我都想揾佢做馬膽，因為近期真係 fit 啊，五班短途精英啊，呢隻馬簡直係場場近啊，5班短途精英近5場13122，仲唔係5班短途精英，仲要谷草1000都係證明晒俾你睇啦。近3次跑谷草1000 2冠1亞，咁今次仲要抽埋個1檔，咁冇得唔揀啦。前嗰場谷草1000排11檔我都揀佢做馬膽啊，輸俾隻好硬淨嘅風采人生。其實上咗班咧，佢喺田草入咗位，跟住就莫雷拉嗰次就輸咗，留得比較後，咁所以一定係好硬淨。輸俾一隻咁硬淨嘅對手，上次喺谷草1000，咁上次泥地1200都入到位，都唔係最佳路程。今次有個1檔出閘順令，我諗坐位望贏啦。配嘅選擇第一隻揀翻3號幸運傳承啦，咁莫雷拉嗰次翻嚟富裕君子幸運傳承啦，都贏過啦，跟住黃志雲又贏咗場。但係黃志雲贏嗰場都已經賺到好盡嘅啦，嗰場賺晒場地形勢嘅啦。咁翻到嚟贏，今次當然有個好檔咯，亦都係莫雷拉啦，但係都加分間多啦，咁啊拖一拖先。第二隻配嘅揀6號嘅節節有福嘅潘頓繼續騎喎，前嗰場輸俾銀量輸俾風采人生嗰場同銀量好合同場嗰場咧，潘頓都騎，上次谷草1000又騎輸咗，今次又騎都好有恒心喎，咁啊即係睇下佢可唔可以鐵杵磨成針啊，拖埋佢啦。第三隻配腳我揀8號嘅太陽美景，其實大前仗嗰場，即係今季初出嗰場谷草1000，我覺得係幾高水準，但係跟住兩場係跑唔翻啊，完全跑唔到啊，完全零啊，跑到係唔知係咪休息耐咗有個新鮮感，嗰場跑得好之後完全跑唔翻咧。但係觀乎今季初出跑嗰場谷草1000，跑第二嗰場水準都唔曳咧，咁點都要拖翻㗎。咁所以場馬膽5號銀量豪合配腳選擇3號幸運傳承、6號節節有福同埋8號嘅太陽美景。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，講下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咧，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同埋 Patreon 嘅賽前分析計劃。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咧就係今晚11點半左右咧，我估就有全日嘅初步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。去到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，有最後嘅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，場地形勢、騎練動態、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。咁大家知道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，因為你買落馬會咧，平時咧佢最少抽你17.5%，有時多咧抽你25%。如何戰勝呢啲抽水？就係買啲星水嘢。第一個方法有多報大彩池，你中到嘅話派彩通常好分啲。第二種方法買星水孖寶，譬如上個禮拜富心星銀量奔騰2穿1 win 27.3倍，孖寶係31倍，星水14%，就係靠呢啲星水去長期去抵禦甚至戰勝馬會嘅抽水㗎啦。如果大家對於WhatsApp 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或者 YouTube 同 Facebook 去聯絡我，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資訊。但係未必有人啱臨場分析嘅，因為禮拜3晚你可能翻緊工啊，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睇我啲投注建議，所以 Patreon 嘅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。超叻會員純支持咧，可以買次選、副選、足球股票裡面就聲明同埋魚眼冷腳獨家分享嘅。極叻會員所有超叻會員嘅你都有，同埋所有場次、所有馬匹嘅計碼分數，你都可以放上你都喺 Patreon 極叻會員欄都會睇到。大家平時有睇我直播計碼，或者有時我喺呢張馬膽度都會放啲分表出嚟俾大家睇咧，都知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噶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
去第二個場次係揀第三場，第三場馬膽揀翻1號嘅凡凡有餘啊！上次已經跑得好好啊，同村嘅金鷹咧，兩隻都係輕微賺咗啲慢步速啦，咁但係翻到嚟咧，兩隻係彈甩馬群嚟贏包 Q 啊，係後邊冇得跑啊，跑到咁，所以兩隻係都係高水準㗎啦。咁凡凡有餘只係加咗2分，檔位亦都唔曳啊！上次4檔，今次3檔，咁啊可以繼續揾佢做馬膽嘅。配嘅選擇第一隻係揀4號嘅先到先得啊！今次檔位好啦，上次一場賽事咧，彎前貼欄比較正啲，佢係彎前2疊嘅，彎前貼欄比較正啲，點咁講咧？咁我睇睇啦嚇，彎前貼欄知道穩勝啦，多利神區啦，呢兩隻咪跑1-3咯，至高心得咪跑第4咯，3隻彎前貼欄嘅跑1-3-4就係先到先得跑彎前2疊追上嚟跑第2啊！咁你咪彎前貼欄正唔正先？好啦，咁啊拖佢啦，所以。第二隻配嘅揀7號嘅紅村戰士啊，呢隻馬都走咗好耐光噶啦，咁上次都係賺咗快步速，但係蝕咗啲腳程啦，個彎兜得比較遠啦，今次抽咗1檔，點都要拖啦。第三隻配嘅揀翻12號手到再來呢啲馬就嗱5棚子啲馬咧，你就仲係黃埔嚟喎，又係5棚子加黃埔嚟嘅，即係上次我呢槍眼腳同有運啊嘅組合，5棚子加黃埔嚟嘅就係、沒有信心嘅保證，但係呢隻馬係有能力嘅。如果咁啱跑啱嘅話，一定喺前列嘅。如果咁啱跑啱嘅話，所以長馬馬膽1號凡凡有餘配嘅選擇，4號先到先得，7號紅村戰士同埋12號嘅手到再來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我分析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俾個 like 同埋讚我，同埋分享呢段片俾啲朋友睇睇，去宣傳下頻道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分析有咩意見，都喺下邊留言。如果打算簡單支持我咧，都喺 YouTube 片下邊留言嘅，留嘅謝謝 fans，我相當高興噶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我回覆多啲，咁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頻道咧。咁佢就有分派我啲片咧，俾更多 YouTube 迷睇，更多 YouTube 迷睇咯，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，從而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就最後希望大家嚟到我 YouTube 頻道啊 ，NetChannel 談賽馬主呢度直播節目嘅，例如即係盡足嘅投注分析啊、開馬直播啊、直播賽馬論壇等等啊，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annel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。咁第日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 第一時間知道啦。多謝你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